肯定政府推出咗為期2個月嘅柴油、石油氣同埋汽油嘅一個補貼計劃啦，亦都達到咗一個預期一個嘅效果。但係面對確實而家中東局勢呢，確實嚟講仍然非常之緊張，國際嘅油價亦都非常之波動。譬如漁業咁樣，好快呢有預期又過啦咁樣，實際上對佢哋嘅衝擊呢都係非常之大嘅。到底其實呢個嘅補貼計劃會喺咩情況之下會再啟動？其實政府目前對於呢個嘅補貼有冇條件？將來譬如真係視乎翻嗰個嘅國際油價嗰個走勢，如果譬如仍然係持續咁樣去上揚嘅時候呢，會唔會啟動呢一個補貼機制？關於嗰個油價嘅監測呢，自由市場之下呢，其實政府只能夠係加強嗰個透明度或者公佈有一啲嘅數據，但係呢個其實難以去叫做調控成個油價嘅走勢，因為畢竟呢個係自由市場。未來入邊其實要研究呢種咁樣機制上面有冇條件，透過嗰個嘅喺制度上面嘅變化呢，從而能夠達到有一個管嘅一個嘅作用。咁另外就係關於禁油，我諗我從我17年選舉立法議員到而家講到差唔多都好多年，其實嚟講都不斷咁提禁油呢件事，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呢，政府一直都回應就研究緊，譬如同業界未來入邊，譬如從地方啊，或者從政策啊，包括咗可能政府要有啲採取更加積極嘅措施呢，從而真係能夠令到禁油呢件事呢去落地。而家目前嘅油價呢，比起我哋最高企嘅時候呢，係稍為回落咗少少。咁但係無論係居民用嘅，即係譬如講汽油啦，或者車用柴油咧，都比年初嘅時候都係貴咗一截嘅。咁業界都講其實仍然係有唔少嘅壓力嘅，肯定嘅。我諗你都有聽到業界聲音，有冇重啟呢一個即係第2期嘅一個補貼，或者真係去到一個咩情況底下，政府會再考慮會推出一啲即係補助啊，或者一啲補貼優惠嘅措施，去幫助翻我哋業界嘅經營，從而其實最終係達至舒緩我哋嘅物價，即係穩定翻物價呢個目標。關於油價嗰個監察啦，確實因為我哋自己睇到就係消費者幾多錢一升，我哋睇到係呢個啫。正正我哋都好想政府喺一啲公佈啦，或者係督促業界上面監管上面係可以有多啲嘅數據，有多啲嘅資訊俾我哋知道。政府喺呢度做咗一啲監督之後，佢嗰個回落嘅情況、定價嘅情況係咪合理啦？我哋之前嘅2項補貼嘅措施都係臨時性嘅，當時都係因應翻即係國際嘅一個情況啦，我哋去推出一啲短期紓困嘅一個措施。究竟會唔會話即係往後再有呢啲補貼措施呢？咁我相信呢個係我哋原先我哋嘅監察小組咧係要持續去睇住嗰個市場環境嘅一個情況，有需要嘅時候，當然我哋唔排除呢個可能性。特區政府其實都會研究透過制度啦，去完善翻我哋現有設施嘅監管同安全嘅一個機制啦，優化翻我哋現時營商環境嘅管理模式，保障翻我哋消費者嘅權益。另外咧，其實大家都有好關心95油嗰個情況，新油品嘅供應咧，其實佢考慮好多嘢嘅，包括貨源啊、煉廠供應嘅意願啊、油品嘅質量啊、運輸嘅方式、中轉儲存、本澳嘅油庫、油站及同埋咧運輸車輛嘅設備設施嘅增設同埋改建，同埋其他新能源替代同埋鄰近嘅一個城市加油品嘅可選擇性因素等等，其實全部都係有影響。當然如果有供應商願意嘅話，我哋當然都會鼓勵佢做嘅。咁同時我哋如果係嚟緊下，仲有一啲即係公開招標嘅加油站嘅話咧，我哋都會要求佢去做呢啲咁樣嘅一個引入嘅考慮。